樂仔，咁你今日第一場，即係今場波對中國隊咧，你自己最後10分鐘落場，感覺點樣樣？感覺好興奮啦，即係可以第一次可以喺主場球迷面前着起香港隊波衫，咁係咯，每次可以代表香港隊都係榮譽咯。今次好開心可以幫到球隊保持和波嘅賽果啦，即係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好，可以贏波。馬爾代夫同埋中國，你自己評下啲對手，你自己覺得今日呢個戰果點樣樣先？兩樣嘢。今日呢個戰果即係今場嘅對手係強啲啦，咁但係我哋都即係喺比賽裏邊有好多攻勢，其實有機會可以贏到嘅。咁我覺得最主要就係可以賽和到中國，即係其實都好興奮啦。希望如果下次再有機會嘅係可以贏埋佢哋咯，因為呢個都係球迷想見到嘅。仲有一條就係最後嗰下犯規驚唔驚嘅？最尾嗰下其實好驚，即係因為喺嗰啲位置輸罰球，其實好大嘅機會俾人哋入波啊！咁希望係咯，希望但係都好彩最後冇事咯，係咯，咁自己都係盡力做到100%咯，每次落場啦。好，唔該晒。唔該晒。